先生哦都没有送给他礼物，真是的。哎，人家的老公哦，哎，还没结婚就克拉哦，一闪亮的10根手指头都在闪啊，还没结婚都在闪哦。然后丢太太哦，丢太太哦，错太太哦，回来哦，在这里哦，10根10根都在闪啊。然后呢，结婚了以后呢，10根手指头戴不下去，就戴到头部来，整个头都在闪啊。我告诉你，给点力，10年哪边在闪？西山无业，能比人气死人哦！哎，要看到了鲜血的微光，都要撞墙壁，撞很大力才看哦，有在闪啊！你们回去不要撞哦，真的要很大力，搞不好很大力还看不到哦，还没看到之前就昏倒哦。哎呦，10年来都一直跟他提醒哦，老公，我的生日快到了，都故意忘记。所以呢，有一次呢，急中生智，灵光乍现。你亲爱的老公，昨晚睡得好吗？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昨天晚上我梦到整个头都在闪。你们可以用这一种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昨天晚上梦到什么？这个 sentence 你们可以记得，因为你的老公绝对不会去追究你梦到什么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昨天晚上梦到整个头都在闪哦，是不是跟我明天的生日有关系哦？他的先生说：“我知道了，这一次不会让你失望哦，我好高兴哦，期待，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。”所以他一直等到了晚上，他先生6点准时下班，他已经在客厅的沙发等待都是。先生一进来，真的哦，袋子很重哦。Oh my god，Oh my god，重跟轻你一看就会知道了。干嘛买到20克拉呢？那么贵，那么重呢？其实我也不贪心，1克拉就够，干嘛那么重呢？他的先生一进门了以后，马上就说了：“亲爱的，你昨天晚上那么梦到了整个头都在闪，所以我今天哦一下班，你看我多么爱你。”我什么事都没有做，赶快去书店买一本解梦的书。我刚才在书店已经查过了，第111页、112页，不同的钻石的形状、颜色、大小有不同的诠释。老婆，我不知道你梦到多大，什么颜色，什么你自己翻，我多么爱你。你若是这个老公，我有这个良心的建议，你直接弄掉。你的太太已经说那么清楚了，你根本不会听话。一个领导者要是不会听话，我跟你讲，你没救。知道没有？你故意还在装帅呢，听不出来对方顾客最大的需求是什么，他的心意是什么，你没有办法去把握去 catch， 你如何去抓到他的内心呢？以心印心了，贴心了，不可能嘛！假以时日啊，这个老公哦，知周内不可否。太太哦，昨天晚上呢，你说了今天晚餐要煮一道美味可口，我从来没有吃过的佳肴，在哪里呢？哦，好饿哦，口水流很多，不要急，老公。餐桌上面有一本食谱。先打开34页，那一道菜哦，美味可口哦，我从来都没有煮过的，我没吃过。报告老公，亲爱的老公，我晚餐都没有煮，我们一起翻食谱。莲花得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。我一开始就讲了，排长对那个阿兵哥排兵这么好，都可以用嘴巴，不管自己嘴巴有没有破洞，会不会呢感染到细菌，
就是用嘴巴去吸他的龙。你看看，这个带兵才叫做带心，你才可以让对方感受、感动、感化。所以在命令的时候，全部都冲锋陷阵，知道意思没有？我一不小心就化解到我们时间到，这个是很奇怪的。刚才有人快播，我根本还没有去按电脑。嘴巴要什么？心要。跟着我念一句，跟后学念：心宽路宽，量大福大。你心有多宽，你人生半道那个路就有多宽。量大福大，你的心量，你度量有多大，你的福报就有多大。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他的资源，老天为什么拨那么多的资源？为什么他走的路，人生的路，半道修道的路越走越宽呢？因为这一个领导者，这个点传师，这个中资班、义资班的讲师，信量太大了，心宽，他的量大，知道意思吗？他当众生与天堂之间的桥梁，任人践踏，知道吗？你要当天堂天上的龙象，你必须当众生的什么马牛。所以呢，你看呢，你都不想牺牲，也不想奉献，都怕远哦，好累哦，好苦哦，衰哦，那怎么成就啊？心也宽，容不下啊，总是嫉妒，这个实在是看着看着啊，老天就说你德不配位啊，换人，这样知道意思没有？因为好像 CEO、老板、董事长看不下去喽，我的公司再交给你这样子下去，我当初的投资全部都不见了，还有2万个员工要养呢，知道吗？怎么可以有这种 CEO 呢？换人，这样知道意思没有？所以呢，一切都是在你呀。我们是谦卑的，腰是要软的。我们是圣于言，敏于行，行动就是要敏，就是要快。就像我们的白水圣地一样，当初在于学界法会的时候，后学时常都有机会招待接待他老人家，跟他老人家报告。只是呢2道菜而已，还有3道菜快出来了。结果他们就说：“好，知道。”没想到其他的菜要端出来，他老人家说：“再见啦，法会成功。”就走了。说了连吃饭都这么慢，但是办道怎么会快呢？慢吞吞啊！所以呢，有时候呢就是这样，从细节里面就可以看到你的未来。有时候魔鬼就是藏在细节里面，那见缝怎么插针？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谨慎我们的言语，慎于言，敏于行。就像兔子的腿，知道吗？宰相的肚，英雄的胆，如此。那你假以时日呢，攀登人生的高峰，这样了解吗？好了，剩下。